喂，姐姐你好，你好啊，姐姐你叫咩名？我叫阿耀嘅，你而家唔幾多歲啊？ 26歲啊，你結咗婚未？未結婚。哦，未結婚。你之前嚟係有年有冇做過嘢啊？有啊。做過咩人？照顧小朋友。幾多個小朋友？兩個。兩個幾多歲啊3歲？同埋5歲。哦，OK。幾耐啊？幾多年？2年。OK。係香港係邊度啊？係吊頸嶺。吊頸嶺幾耐啊4年啦。4年？哦，兩個合約係咪？係啊。照顧咩人啊？照顧先生。照顧先生。坐輪椅。坐輪椅。先生中風咩？唔識行。中風。係啊。Stroke。OK。你識唔識啊？煮中國餸啊？煮啲乜嘢啊？蒸魚。煲湯。煲咩湯啊？煲冬瓜湯。紅蘿蔔湯。係啊，冬瓜湯。粟米。粟米湯。煲魚湯。係啊，煲魚湯。蒸排骨咧，得唔得？得啊。蒸排骨。番茄炒蛋。得。OK。你識唔識煮肉？唔識。唔識，可以唔可以煮肉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哦，好啦，姐姐唔該晒你啊，拜拜。